香辣野味，做法簡單。350g 傳統豆腐，切開48方塊，放喺6張廚房紙上邊靜置1個小時，好以吸去水分。大火熱鑊，以下3湯匙油，油熱落豆腐，時而翻動，好以面面煎香，約6分鐘。100g 洋葱絲，3/4茶匙鹽，半茶匙辣椒碎，半茶匙紅椒粉，半茶匙黑胡椒粉。大火炒至洋葱熟，約分半鐘。加啲青葱絲同埋呢個辣椒絲就可以上桌啦。